对台湾国际蓝电开始，中央首次甲市府合作，透过行销各种蓝花，除了市区买气带动地方欢迎，已经是一年一度台南的盛事。为延续蓝电的热潮，其实伫台南嘛会当讲一档四季拢当赏花。特别现在春暖花开的3月天，其中卖力第10档的客家树葵花季，各种设置的壮观花海，加上配合周边的表演甲市集，每一档吸引赏花游客拢超过10万人次。另外有一丛伫安平意在金城附近的九重阁，盛开的花蕊搭配顺北墙面，形成强烈对比。除了吸引侪侪民众来遮打卡翕相，连结婚新人拢来遮取景，成为私房景点。观光旅局长嘛邀请游客来台南享受一撮美丽约会。春暖花开哈，百花齐放。那在台南除了3月初的这个国际蓝展之外哈，我想在很多的有特色的地区有这个木棉花道，也有这个黄花风铃木、红花风铃木，还有很多的这个九重阁，这个百花齐放哈，那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哈。那也欢迎大家来台南，记得春天来台南赏花、吃美食、逛古迹。除了局长所邀请的赏花游艇，台江山海圳的绿岛，嘛有台湾可能的行道树，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嘛展开育种的工作，希望未来这规排行道树将成为台南上水的风景之一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